เอาไว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คณะ好比上那个都是上的嘞，都啊，弄不弄？我给他700万缅币，折合人民币就是14000块。他说他考虑一下，我们等他考虑一下，趁他们商量价格的时候，这会儿我跟李哥打个视频。哎，李哥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看这个琴底手镯料，你喜不喜欢？这块料子一共可以出4条手镯，一条平均750块。哦，那你把嫂子的圈口跟我说一下，到时候我拿到加工厂去加工。哦，行，那好嘞，拜拜，李哥，拜拜。哎，这天嘛呀嘞。哦，好比，结束拜，你妈来结束拜。啊，这个啊，他们同意卖了这些，这个就是300万缅币，折合人民币6000块。这一套天空蓝的就700万，折合人民币就是14000块。其实这些啊，在这里还是挺划算的。哎，你妈嘞，特别嘞。哎，不用你妈妈也，不用哎，特别嘞。你干嘛？要特别嘞喏。别那特别嘞没喏。好，结束拜，你妈来结束拜。然后你拉回我喏。好比，大比，你妈来。喏，哎，皮，结束拜啊。OK 吧。